昨暗高雄凤山一搭自来水管的工程，是去后民众发现讲工人是坐怪手斗升起的一条悬的所在做事是真危险。路工局就表示讲，用怪手来做升降机，可能违反这案法，相当会当罚30万。 拍开水龙头拢无出水，这是18个高雄凤山区真济里规工停水的状况。起因是自来水公司一位700毫米管线漏水，紧急抢修。不过，当日暗时，所有民众发现抢修的工人把怪手当作电梯，把人载到1楼悬，用手来整理悬顶的电线。安尼是无盖好对啦，安尼足危险的啊，嘛是爱注意啊。没有那个防护的那个装置啊。 民众这个已经有公安的记录，早时去现场，防翕到工人嘛伫的，伊承认有坐车斗来整理电线，不过强调当时手上有挂工课手录啊。你也无摆北开啊，拄啊，我手拢唔免动。你昨有挂手条对啊？哦，你拢什么款的工作手套？警局监视器的线路有下垂，那现场的影响到那个怪手的开挖，直接做挖斗哈，那上去整理这个电线，违反了高处作业的规定。 水公司表示，因已经违反着相关的规定，将会开罚。市府劳检处嘛要来查。充当升降机从事线路整理作业，涉及违反治安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查证属实，可处雇主3万至30万元的罚锾。市府表示，雇主以怪手当作电梯来从事线路整理的作业，涉嫌违反着这案法。呼吁要落实着工课场所安全管理，袂当互车辆机械做其他用途。雇主嘛要了解着现场的状况，完备着安全保护措施。公司新闻网络电台兴本局报道。